彩粉奇人，松果，当你下送出来物件，拢是朴实的，青菜是朴实的，笋是朴实的，牛腰嘛是朴实的。唉，得了规片朴实的蔬菜，日日夫做生意。几人得了做事，带出西麦子和瓜衣两做爱。毋过日日铺子做阿姨的杀破片啊！阿姨，写日条物件啦。毋过瓜衣拢食无落，拢无要甲做掉。敢若洋葱绵绵的甲片散。西麦子心肝香，无听错，甲例如阿姨上课食的物件，佮前面香，前面真皮，落去散的甲例。豆，西麦子摕3粒卡马豆，上讲咧路上日吞好些。西麦子离开母下，哪行哪走。准算落到尾山脚下。豆，请问有人在无啊？有人在无啊？李师母佮后天里天初日清烧送，西麦子真想拖地，他袂去烧送，一袋满的寿司裤扬出去。哎哟，啊！其实吼，迄日太顿的青菜哦，豆，亲像甲菜面阵的甲豆，青菜无款款呢。大妈、白菜、莲、青菜、芽菜、姜、tomato， tomato 嘞？他袂无 tomato 嘞？西麦子后天里上车，爱肉，豆，爱肉 tomato， 爱肉 tomato， 爱肉。年啥？很好。哦，很有 tomato 哦。家庭爱种好无啊？是第一间师母怪起的事情发生啊！掠个西麦子第一摆洋葱引导时，西麦子洋葱入界高太的人，甲卡马豆放咧煲内底，杀落来又搁毋伫叽里咕噜点燃要解，落梅飞开内底飞，嘛变到无款款啊！竟然甲台帽款起来，甲厝门打开。刷，天顿后天里日日操口。掠迄口。真希望俺阿姨嘛无种洋葱。无问题。竟然看做日吞太麻吞，上口干到些的就吃，含西麦子困下全母下，规路上佮表面吃就吃，规海的物件拢无共款啊！母爱菜面嘛加真正，毋免要甲弄铺实的哦。西麦子在菜面内底放9道无款款色体的青菜，
煮青菜汤等阿姨食，食了青菜汤了后，阿姨的面线加去酱，去好样嘞。